来别留的总统会树人，趁着来台湾参加赖总统就职1周年的机会，专工到台中的雾峰来参观到生态甲智慧科技结合的咕噜舞球场。雾峰高尔夫球场董事长廖子琴亲身上球步跑，欢迎别留总统会树人来到球场参访。帛琉的总统会树人能够来到我们雾峰生态花园高尔夫球场，那么他对我们球场的这个生态环境呢，是觉得非常赞许的。球场的球道关关价价、弯弯曲曲，政府挑战性，场内动植物生态丰富。这几年来嘛，打造全台湾头一座高级的智慧球场，和帛琉政府代表团感觉真厉害。生态环保球场平常维护起来是非常辛苦，那现在有很多的机器人或很多的机器来帮忙我们，让我们高科技带入我们的生活。帛琉总统会树人和夫人亲身伫咧球场种光蜡树，代表两国友谊和继续共赢的精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